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这是来吟圣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请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犹原兄弟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煞接启应，启应文第29篇，启应文第29篇。因为无通指责，遵行上主律法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一声，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全心找求伊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着遵行上主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求你予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予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照你的应允，予我恢复元气。求你予我无行虚假道路。求你使阮甲使我你的律法。求你予我袂以爱虚假。照你的话赐我活命。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对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予
互我通学习你的规律。我若毋是以爱你的律法，早就伫苦难中灭亡。我实在真以爱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连憨直的人嘛会了解。你的公义煞到永远。你的律法真实。咱同心仰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阮众兄姐伫遮，为着你所赏赐，互阮的一切恩惠甲慈悲，阮来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伫即个清早的时阵，阮来调记你的面，阮也要相信，伫即个时阵，你要有新耶技术来发生伫阮的当中。恳求你圣神即时充满伫你的殿中，教示着阮，互阮会通来知影，你要引带阮的所做所行，拢要行伫你的旨意当中。也恳求你赏赐阮有智慧，通来跟对你，甲你常常来相结连。主啊，求你监察阮的所行，也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阮更加要因为倚靠你来得到快乐，来赢过一切。恳求你祝福伫在座每一位的兄姐，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守圣餐，伫阮的心灵，拢会当得到饱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来，咱三甲奉献。即个奉献是咱主日第一场的奉献，咱的线接有一个圣餐的奉献。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的赏赐。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互阮得到丰盛富足，阮直接咧感谢你。当阮献上阮的感谢，阮求你祝福伫阮未来年日内底，拢会当逐工经历着你的同在。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举行2025年第一届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共收圣餐，同沐主恩。第二，下主日为总会所定着的妇女事工主日，当讲第一场、第二场礼拜，咱由何爱金牧师来讲道，敬请兄姐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三，2月28是国定假日，本会办公室休困。咱3月初1正常上班，敬请兄姐注意。第四，本会定伫3月7日
暗时6点半到9点半。3月8日早时8点半，暗时9点，咱要伫敬拜中心举办全人精神营，对象是本会受洗会员。文都学校这是必修的课程，咱的费用是500块，敬请咱伫下主日以前用 QR code 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5，本会伫2024年度第1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咱开始要接受申请。既然规定申请并且符合标准的，咱请伫下主日3月2日以前提出申请。咱3月6日以前暗时8点，咱伫暗时8点要召开奖励金小组审查。本会要伫3月9日颁发奖励金。第6，本会定伫3月23日举办福音主日福长车派，当天第2、3、4场的礼拜，咱要联合聚会。咱特别邀请阿东剧团前来本会演出戏剧，并请来分享着因要做的事工。欢迎兄姐，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咱来踊跃来参加。第7，本会定伫3月30日举办2025年野外礼拜，咱的地点是伫春园亲子农场7股盐山，费用每一个人是900块。3岁以下咱免费，费用内底伊包括着车资、门票、保险、中昼顿。教会会友每一个人补助300块，互助社的社员每一个人补助200块。咱报名是报名到3月16日，也是咱10台游览车若名额若满，咱就查止。报名咱来咱的办公室来报名。具体消息，敬拜团的消息，本主日中午12点，咱要伫教会3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敬请所有的主领甲乐团负责同工一定爱来参加。第2，相助会的消息，嘉典教会玉英姊妹2月21日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咱请为伊作代祷，并请缴交相助费。所接互助社的消息，第1小项。社员团体保险，咱要到3月3日拜日以前接受办理。第2小项，还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请载你的结印簿仔，甲你的印仔，咱伫2月27日以前来互助社来领取。第3小项，助学贷款专案利率是0。即日起，咱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额度额满，咱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来读本国政府入园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若有意愿要贷款的，咱请互助社来切顺办理。煞接欢喜的消息，本会魏晋宏兄弟甲陈新伟牧师，因定伫4月4日拜5上午9点半，咱要伫昌教会主堂举办结婚典礼。当天中昼12点半，要伫古宴喜宴会馆敬备喜宴。若是要参加喜宴的兄弟姊妹，咱请伫3月9日以前，伫2楼的招待处，咱来填写咱的姓名甲人数，咱以来备便。煞接教界消息，咱请王牧师。教车部以后礼拜5上午9点，要伫德和教会举办2摆的和平讲座的祈祷会。即届邀请萧义士牧师，伊是心理智商的专家博士吼。咱知影，咱伫即场顶悬有迄个霸凌、欺负的即个事件，伊校方中间学生甲学生中间的欺负，即面对即个情形要安怎处理吼？所以
面对互欺负的人，咱要咱帮助伊心理得到平复，这是真好的一个工作，希望咱兄弟会当踊跃参加。第二就是咱真要紧的是，咱2礼拜前台中星光三月起步，造成真侪人死伤，就是伊迄现场有中机的护士经过，看到伤者倒伫涂骹，马上 CPR。所以到社部有看到讲，即个社会有不时有迄意外，也是年老的人，大半人会发生即个心脏的问题。所以有举办迄个初阶的急救员急救的人会有证照的即条的训练有包含你的，若你流血要安怎用止血带来止血，要安怎创伤要安怎包扎，你的骨头记忆要安怎甲固定莫互伊搁较严重。上要紧就是 CPR 的训练。CPR 训练万倍迄个人是心脏问题，你有种叫 AED 体外振动器透过即个甲你训练，互你知影讲，CPR 了，搁进阶一步要安怎即个 AED 体外振动来帮助即个人的心脏恢复心跳。即个费用800块。若假使讲你要互日后到社部来征召，比如讲高雄中华还是高雄地区有意外发生，要征召你来救人你若要互征召到社部就要会当甲你支付800块。总是你若要拄着上班无方便，到社部嘛袂甲你勉强所以其实训练即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免钱即学起来。伫厝也好，伫你的亲戚朋友拄着意外的时阵，会当真好的帮衬。第二，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3月7日上午9点，伫鼓山教园举办妇女世界公道感恩礼拜希望咱郑美仪队长来报名。第三项第34届阿西亚访韩盛会费用是39000块这包含咱的机票、基岛线的费用你若要参加办公室报名，并且交9000块的定金以上。即时咱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第6章第1节到13节。大利乌照伊的意思设立120个总督，互因分管全国。搁伫因的顶面设立总长3人，其中但以理是一个。互遐个总督将证书对伊禀明，免得王亏损。因为即个但以理有好性情，所以赢过其余的总长甲总督。王就想要设立伊治理通国。对安尼，总长甲总督伫国政中找芳，要告但以理，总是找无伊的空芳甲过失，因为伊尽忠，拢找无伊的错误过失。遐人就相甲讲，即个但以理除去伊趁伊的上帝律法以外，咱无通找伊的空隙来告伊。对迄点。遐个总长甲总督纷纷自执来见王，愿大利乌王万岁。国内总长、钦差、总督、武士甲巡抚，拢三甲议论，要设立一条王的律例来立一条严的禁令。第30日内，除不去求王以外，既若对不论什么上帝，也是对人来求的，着伊落西血。王当求你设立即个禁令签字伫迄个条，互伊袂改换伫，才有马代甲波斯的例袂通改伫。对安尼，大利乌王签字伫迄个条甲禁令，但以理知即个条已经签字，就到伊的厝，伊房内的窗。开往耶路撒冷，一日3摆跪伫伊的上帝面头前，祈
祈祷、感谢，甲平日无各样。遮个人就纷纷自责，看见但以理伫伊个上帝个面前祈祷恳求，因就到王个面前，提起王个禁令讲：王啊，伫30日内拄去求王以外，既若对不论啥物上帝，也是对人来求的，就ฮ็伊落西ฮ็。你检毋是签字伫即个条吗？王应讲：即个事实在有。这马代甲波斯的例袂通改定。因伫王的面前讲：王啊，伫犹大族狩猎下中间迄个但以理，无掠你甲你所签字的禁令做要紧，伊竟然一日3摆祈祷，完成上帝祝福伊的话。即时赞美，咱请相连献歌队。
时讲到题目是但以你的祈祷受到祝福，咱请王牧师。两位兄弟大平安。这回甲咱分享，阮的小组开始用每日会主咧灵修，互阮这组咧灵修，渐渐会当开始伫上帝话中间，要怎样看见上帝的真理的话对伊的启示。阮若每一届写了，阮就拢翕相放伫阮的群组，讲阮有写。即个一个写、两个写、三个写，慢慢的兴起迄个风气。总是除了读圣经、明白上帝话以外，咱搁要紧的，就是祈祷的生活去做。即阵陈牧师有发现，咱的祈祷会人数有比以往较少，这是一个危机啊！虽讲咱咧做小组，咱咧布道。真好，但是真要紧的是，祈祷会是教会迄个火车动力头，火车头。若头前咧精进，后壁无咧祈祷，迄是一个足危险的工课。礼拜六我受中的差派去平湖做埔车检查，我甲进前就熟悉马金教会牧师、素泽牧师伊遐开讲。伊讲伊最近读的提摩太凯勒的册，伊咧讲着祈祷会的人数爱比像一般上个礼拜人数的1/10，上少爱1/10啦。所以也意思讲，咱若教会咧主日礼拜就会有700-800个人，安尼咱的祈祷会上少的门槛，伊会抵耐。爱7-80个人来祈祷。伊讲即句话，我诚阿门。因为祈祷真要紧，祈祷代表咱信心，代表咱交托，代表咱仰望主。所以无论咱的一般的聚会也好，特会也好，还是咱家己灵修也好，咱拢会用祈祷。就是咱咧问，咱的祈祷的生活比办偌济？韩国一个牧师讲，韩国的人牧师去祈祷1点钟起跳，1点钟起跳就用1点钟做开始呢，迄1点钟上基本的啊。所以了解，这就互咱知影，祈祷操练对咱的信仰极其要紧。甲你隔壁讲，祈祷生活对咱极其要紧，袂来？所以，祈祷毋是你拄着困难，你搁想讲无咱祈祷上帝，是咱时刻通过祈祷的生活，显出咱的信心，显出咱甲上帝迄个亲密的关系。阿门。祈祷就是咱甲上帝讲话。你偌久无甲你的亲人坐落啊好啊讲话哦？我的囡仔上阮，上爱坐伫我的大腿顶悬，然后甲我讲：“爸比，我今日伫校学啥？阮同学甲同学耍什么游戏？”伊迄中间显出迄爸仔囝对话亲密。我拢一工甲我囡仔讲：“来，爸爸今日拢还袂甲你抱诶，互爸爸抱者。”我抱者心头的重担拢无去啊！迄爸仔囝亲密，爸仔囝对话，互咱会当迄个关系愈来愈亲密。我心中一直期待我的囡仔，日后到青少年到大人，我甲伊的关系袂因为伊的功课压力，袂因为外在的因素，爸仔囝的迄个亲密的对话减少。我家己真少甲爸爸会当坐落来讲话，
直到伊过身，远方真少会当坐下来讲话。毋知是爸爸上严肃，还是我上疏远。就是开始我咧反省，爸仔囝关系要起做迄个亲密的关系，就是爱常常斗阵。常常斗阵，爸仔囝拢会知影彼此的心声。同款的，伫咱的信仰中间，咱今日咧讲到但以理的祈祷，伊祈祷为虾米受到祝福？为虾米伊性命危机的时，上帝拯救伊？咱看马太王、大利乌王设立120个区，每一个区拢一个总督，啊，每个总督顶悬佫有一个总长，这总长咧监督这个总督，啊，但以理佫是3个总长其中一个。那照你讲，但以理以总长3个其中一个，算这个位置真悬，嘛真有权势。就是咱看大利乌王，伊佫要想要设立伊来管理全国，也意思讲，伊是其他2个总长佫较悬迄位首相。首相伊这位是管理全国，比总长佫较悬。伊直接大利乌王来交代。总是你去想，为什么大利乌王愿意提拔但以理呢？圣经来看，伊有好性情。不过，台语这个好性情，我感觉翻译无够偌好。华语圣经伊翻译啥？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个国语的美好灵性这句啊，较接触到。较能体会到但以理伊的信仰，好的性情，好性地啊，好性情，你看袂出这信仰的迄个真处。但伊国语中间，伊讲美好的灵性，这句总是美好灵性，这句话敢若真抽象，敢若无法度去具体去感觉什么叫美好的灵性。总是来看但以理的祈祷，伊甲上帝起做迄亲密的关系。互伊因为安尼，伊有迄个美好的灵性。伊圣经内底但以理安怎祈祷？圣经安怎看？以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咱来做来念，预备来，一日3摆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感谢。然后这咱看到，一日3摆跪伫上帝面前感谢。咱常常将咱对上帝话。下伫咱心内，咱若常常爱甲心内说讲互上帝听。但以理一天3摆向上帝祈祷感谢。最近我看韩国过去的牧师因过身韩国如意岛顺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伊讲咱毋是因为这个世界来活，咱是因为上帝嘴中的话出来的祝福来活。即句话甲圣经话要共，就是伊搁较谦卑地讲，咱毋是为了这个世界活，咱是因为上帝嘴来话的祝福来活。所以咱常常将上帝的话下伫咱的心内。以约翰3书1章第2节来讲，我愿意万事会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上帝权柄甲能力，伊会照伊的话成就顶悬。毋但成就，伊的成就佫超过咱所求所想。阿们。甲你隔壁讲，上帝话应允超过咱所求所想，预备来。上帝话应允超过咱所求所想。上帝话应允超过咱所求所想。所以，当咱愿意将咱的心思来顺服上帝的时，第一项就是咱要将心思来改变。当你信主了、洗礼了，毋是讲自然而然你就做基督徒。有影
成为是基督徒，总是伊行为安怎改变的？行为改变是对思想来改变。你思想若无改变，行为就袂改变。所以，对牧师讲，当咱的心思观念顺到上帝真好，真好，这是一个意志，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决定。就是这决定了，安怎？第一样代志要从心思的改变来改变咱。有效的生命，较伫咱的生命内底产生开来。我定定咧思考，基督教信仰是啥物？内科的信仰，什么叫内科？内科就是你要食药啊，对不对？你要食药了，药通过你的药方来发挥功效，互你的病得到医治，敢毋是？就是你来去看医生，看了药啊，甲采遐，哎呦啊，医生啊！我互你看了哪拢袂好？医生讲，我包互你药，你有食无？我有看到药啊啦，一包就无食啦。讲你无食，才会好。哪这？当咱信主了，咱将上帝话的生命，其他的思想中间得到帮助，爱将迄思想灌入咱的内底，要互上帝思想灌入咱内底。真简单啊，就是要读圣经啊！你若无读圣经，上帝话较灌入你的心内。有啊，我有逐礼拜做礼拜，我请问你吼，你一工食几顿？几顿？3顿吼，有人食2顿啦吼，啊，会较勇的食5顿啦，啊，无论你食几顿，你总是一工拢爱食饭吧？对不对？总是咱的灵性，咱的灵魂。那一礼拜课牧师20分钟、40分钟的讲道会听，请问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会饱足的？袂啦！我坦白甲你讲一句话，我若这礼拜讲道了，后礼拜若无牧师，你前礼拜讲道是讲啥物题目？我讲我袂记啊！你讲的呢？我讲的问对，但我记忆无较存留到几礼拜，我可能还可以定一下。就是了解。讲道听讲道，咱都一礼拜拢会袂记着，何况咱的灵魂较会得到饱足。所以，以咱的信仰中间，咱知影，咱常常以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互咱灵性得到开朗，得到养持。阿妹，甲你隔壁讲读圣经，互你的灵魂精英，预备来。读圣经，互你的灵魂精英，所以。咱爱需要用听化解怨恨，人每一个人拢真侪缺点，会愈学愈侪。哎呦，我毋知影安牧师的缺点真遮侪啦。是啊，我是人啊，我有缺点啊。甚至我嘛真侪负面的思想啊。总是诶，咱若通过读圣经了，咱渐渐去明白上帝话，咱的思想会改变，咱的负面的。思想会改变叫做优点，优点愈侪，你的生命的价值观会安怎愈正面。阿妹，所以咱看了，但是你有美好的灵性，伊的美好灵性显出什么？显出有真好的能力。迄真好的能力是什么？圣经以但以理书第5章12节，伊讲有知识、聪明。对，愿望，佮开拓恶表，解说要耶稣。所以你看到，但是你伊会愿望，伊会开拓恶表的事，伊会解说要耶稣。伊哪有这么好的能力？因为伊甲上帝有亲密关系，上帝就赏赐伊好的能力。阿门。所以，因为好的能力。得到顶世的肯定甲欣赏。咱看圣经内底，其中一个人嘛记载上帝甲伊指定，伊得到好的能力。以创世纪39章第2节到第4节，好，咱做来念，预备，请。耶和华甲伊送到地地，互伊逐项行通，住伫伊的主人埃及人的厝。伊的主人看见耶和华甲伊送到地地。个耶和华互伊的手所做的，拢得行通。
伊的约瑟的主人伫面前得到恩典来服侍伊。主人设立伊管理伊的家，将一切所有的交伫伊的手。所以，另外这咱看到约瑟伊手所做的，拢得到亨通。伊的原因是啥物？伊安尼遮尔卓越，遮尔啊优秀，伊的原因是啥物？耶和华甲伊三脚地地。所以咱看到，连一个外邦的菩提法，拢知影，这个约瑟伊的能力好，毋是伊家己的能力好，乃是耶和华甲伊地地，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所以约瑟显出什么？伊的优秀的能力，表现是真优秀。咱看到，无论但以理，无论约瑟，因的性命见证拢甲咱讲啥？灵性好，能力就好；灵性好，能力就好。甲你隔壁讲，灵性好，能力就好，预备来。灵性好，能力就好。所以咱看到，因为上帝是赏赐咱智慧的主。当你甲主亲密的关系，你对主领受迄个祝福，就拿者。阿门。所以咱看到雅各书第1章第7节，咱做来念预备，请。既然好的手势甲完全的文字，拢是对顶面、对正行的光的白来，伊无变乱，也无长细影。所以咱知影，既然好的手势、完全的文字，拢是对顶面来。对正行光的白来，所以咱知影，咱对着完全的文字甲智慧，拢是对上来，对提拔上帝遐来。所以咱看到但以理，伊有这么优秀的能力，互大利乌王欣赏，咱受考，敢是伊家己努力来的？有影啦，有几分的努力，嘛是爱几分上帝祝福。伊有好的灵性，安怎要怎样好的灵性？咱头先圣经有读到，一日3拜，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感谢，明白这？一日3拜，所以伊甲上帝迄个关系亲密，伊也起做起来。伊愿意开时间祈祷谦卑，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明白这？咱看到。上帝互愿意为心献心，伫迄个祈祷项目的人来专心追求上帝，上帝就祝福伊。所以，当牧师咧讲起咱的祈祷会人数有较少的时，我发觉到，哇，这个教会的警讯已经发布啊，迄祈祷人少啊。代表迄个中心的背后的祈祷的开力嘛减少，所以了解，咱来温困，所以咱的教会人数的1/10是上少的哦，会参与的祈祷会，迄个祈祷会正正整个时间背后的祈祷的开力的守望，阿门。所以咱亲爱兄弟，咱若愿意逐工开时间屈家屈膝祷告，相信上帝要伫你我的心中做的新事，阿门。所以咱讲，但以理伊遮尔优秀的表现，引起其他的总长的嫉妒，就设计陷害但以理，就是伫但以理的工作顶悬，拢找无到伊任何的缺点，伊就决定我知。但以理伊忠心伫上帝的祈祷，一天3摆，无就按咱就甲大利乌王讲30年来，除了去甲王求以外，既然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求的，拢着迄伫西亚下。因就讲对，这步一定会陷害着但以理。就是圣经来讲着啊。伊就甲王讲：王啊，你
用迄吊丝，甲印伫迄金铃顶悬，啊咧断落咧吼，迄王的吊丝吼，有王的印仔断落吼，任何人拢袂当改变迄个命令，连王本身嘛袂当。安尼王哦，毋知影即两个人哦，啊是其他总督伊心内想啥，伊等于乌窟仔，互迄个代理乌王票。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当这个吊书伫王签字了，这个法令马上生效，就是代理因为安尼来停止伊的祈祷嘛？无呢，圣经安尼讲。伊圣经安尼讲，因甲王讲，王啊，但求你设立即个禁令，签伫即个吊书，互伊袂改换，照马大甲波斯的地拢袂改替。安尼，达利欧王签字伫迄个吊书甲禁令，所以当即个吊书甲禁令已经王签字落啊，代表哪？即个法令马上有效力。就是咱看圣经，这人因为嫉妒代理，有啥物嫉妒？这代理，你原本是互阮掠来做奴隶的人啊，你已经做到迄总长的即个位置啊！哦，你原本是爱互阮管的，啥物啊？你怎爬去阮的头壳顶做宰相？来管我，哦，伊这心内真毋甘愿啊！我感觉以前你爱互阮管的，怎么比你管我？因心内不服，就安那，要设计陷害代理。你看这就是真典型的骄傲民族主义啊！家己敢若上强，亲像迄个川普吼，白人至上，白人上高，白人上好，白人安怎？迄个民族主义。所以咱看到，即个总督甲总长，因掠做用安尼会当陷害着代理，无拍算，伫感觉上无啥物通，互伊找着空拍，就是因找着代理，伊对上帝尽忠。所以圣经内底第40代理安那，因为伊的尽忠的原为啥？对上帝甲王的忠心。办事真谨慎、真用心，全力以赴。所以咱看到代理，伊要受陷害，是因为伊的信用，因对伊的信用来落手，因为嫉妒。所以咱看到嫉妒引发因要陷害代理。有影两下这，伫咱还未信主的生命时，基督死救赎还未伫咱的心中，咱的生命常常活伫迄其中间。刚才你若信主了，若常常无伫主的话中间追求，咱往往安那互歹较赢好。所以，圣经耶利米书也讲着人是安怎？人的心比万米较诡计，歹到极头，一送知影伊啊。所以经文就讲啥？人啊，比万米较诡计。为什么？人互罪受捆绑，人的心思拢互心中的欲望来掌握、来决定。所做的拢是歹的念头。所以歹的念头怎样会当因公主无法度啊？所以另外这咱知影，但是你互设计陷阱，就是伊怎样面对这个危机的？伊敢会讲30天内，我只要卖向上帝祈祷，甲上帝请到30天，我卖一天三届祈祷，我停30天，我就会当闪避迄个王的吊命甲禁令。无呢，伊照常，圣经安尼讲，但你知影，即个吊命已经签字，就到伊的厝，一日3摆，跪伫上帝面前祈祷感谢，到平日无各样。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但你
无因为即个王的吊名、王的禁令来停止伊一天三届祈祷，就是伊知无？伊明知呢，伊明知王应落即个吊名，就是起手过去一天三届，就是伊一天三届祈祷，伊的结果是安怎？伊会用迄字啊，西仔迄内底来吞食，就是大理无因为安尼的效果来妥协伊对上帝瓦靠祈祷生活，所以了解咱看到，大理伊游玩伊厝顶伊啊一天三届祈祷，因为大理清楚知影，只有上帝是人的拯救。王只不过是现主时的一位尔，只有上帝是我拯救。虽然知影，伫圣经内底以赛亚书43章安尼讲，只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无有救主。但你知影，大利乌王伊只不过是一个防伊安讲，互人伊拐骗迄落即个命令的人，伊是用利用的工具尔。就是伊知影，只有上帝是伊的拯救，所以伊起手一天三届跪落祈祷，伊上帝面前感谢祈祷，了解这？这是大理伊对信仰起手的个方法，所以咱知影。除了信仰起手以外，伊阁谦卑甲伊家己交伫上帝面前。随望伊一天三届祈祷的效果，就是用迄字西迄，就是伊信心瓦靠，伊有毋茫又确信上帝的确会救伊。所以了解咱看到，当大利乌王看见但以理从迄字西迄内底，伊讲啥？你的上帝，你所常常服侍的，伊要救你。有影，果然上帝救但以理，免你互狮仔来吞食。所以圣经以但以理书第6章2-20讲：我的上帝找伊的使者，勒遮的狮仔的喙，互因无伤害我。所以咱知影。大利乌王伊的王权无法度解决大利王迄二狮仔迄即个决定，因为伊的吊名已经签字了，就是呐，你人袂卖，上帝拢会阿免。甲咱做伙讲，你人袂卖，上帝拢会卖来；你人袂卖，上帝拢会。所以咱看到，这就是显出真实对上帝信靠甲倚靠。上帝亲自找伊的使者来封掉迄个狮仔的喙，互伊无伤害到但以理。但以理伫咧祈祷中间经验啥物？经验着伫危机中间属天的平安。像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来讲，一切无得看路。独独万项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念头。所以了解，保罗先生伊咧讲，一切无得看路，独独将万项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摆伫上帝面前。上帝平安会盘过人所求的、所想的，阿免。所以了解，祈祷的确是你的教育中间真好的药方，因为通过祈祷交托。台湾西南医的创办者巴克牧师，伊对英国苏格兰来到台湾宣教。伊伫16岁的时阵，16岁伫创啊，可能伫佚佗。伊伫16岁的时阵，
就写献新闻，每一日、每一档的生日，伊就迄个献新闻咧原签字。献新闻咧讲啥？献新闻咧讲着伊上帝献身的决心嘛。所以伊为着无互家己袂记住伊对上帝的承诺，伊每一年的生日，每一档的生日，伊拢伫献新闻签名。直到伊结婚的时阵，伊的太太伊莎白嘛伫迄献新闻签名。啊，代表啥物？翁仔某伫上帝献身的工，传福音的时工，同心合力，愿意献身予上帝。所以这巴克利牧师伊的这婚纱，迄骹头有2壳。我曾经捌去翕伊的，这毋是我翕的。我曾经捌去翕伊的婚纱，伊的婚纱真正迄个骹头有2壳。怎样有2壳？是咧白哦？无，是巴克利牧师逐工跪落伫上帝面前祈祷无煞，阿们。所以咱看到，咱的长老教会，咱的台湾的是咱的院长，伊是真哩敬虔而啊祈祷交托，伊是一个真伟大的宣教师。总是伊无靠家己的教甲知识，伊逐工的灵修中间跪落祈祷，阿们。因为安尼，伊屈家伊的脚头来祈祷，上帝互伊靠这气力来为上帝做工。所以咱看到巴克利牧师除了创办台南新人以外，佮开办台湾第一份报纸，什么报纸？台湾教会公报。对啊，这一工毋是因为熬呢，是因为伊时常伫使用中间，甲上帝起做迄个基督的亲密的生命。前几工，前礼拜，我拜托林传志师甲林勋兄弟，伊带我去对一个所在呢，带我去到30几年前，我伫桥仔头做兵的营区啊。我嘛一摆听着委任长老讲，迄个营区无废掉，我真欢喜。但我毋知伊对，我家己捌找无路，毋知伊对。照我印象找拢找无路，真正爱因兄弟带我行。当我看到这营区的时阵，我心中有真大感动。感动安怎？我30几年前咧做兵的时，一摆检查时阵，发现我等药库的称纸减33粒。我还用检查出来是安怎？一人搞害的，一人搞害，我互我用检查出来，无我嘛毋知啦。啥物人搞害的？委任长老。为什么？因为伊的书包手榴弹向头毛伊，规个书不管对一营区，全面检查，内底弹药库，无检查无代志，检查出来减33粒。哇！迄33粒，更毋是轻，更毋是迄简单的枪支，迄是枪榴弹伊的附属子弹，就是放落并咧迄枪支，要帮助迄枪榴弹飞较远啦，毋是一般的步枪的枪支啊，迄是特殊子弹。哇！枪支无伊就咧插嘛，佮轻放伊，佮是特殊的枪支啊！哇！插马路啊！要安怎？其实迄个时阵，我做弹药士官，我真骄傲。我顶时哦，捌伫部队讲哦，那弹药士哟，以后没有他的温准哦，任何人袂当经过靠近弹药库，尾拢翘起来，翘摆起来。总是当我发现枪支无的时阵，我营长甲我讲：“洪世俊，我命你1个月甲枪支找出来，处理啊！你啊减钱，我当对厝调钱啊；减枪支，我要对调枪支啊！枪支佫毋是普通的枪支，佫是特殊的枪支。哦，我心内想讲，看有干呢？
当别人，你害死，害我真惨，其实嘛比我惨。我呢一顶死前的一个下死啊，就是伊迄时阵，我一摆徛扫，我准备要自杀的时阵，因为找无枪支，要自杀的时阵，枪正好啊，要弹啊，我甲我的手上底，饲袂着扳机啊！感谢主，我的手底嘛一好处，饲袂着扳机，无一声就去见上帝啊！伊迄中间我流目屎，我甲上帝讲：上帝，我错啊！哦，过去我惊我甲真正袂当搁惊我。人要领证纸哦，迄囡仔死角角对不对？迄减一空尔，无名啊名拢清楚，甲迄囡仔迄中一空减一空啊，无印着尔，无欢喜。等于明仔印好空来，减一空尔，名清楚的呢。安尼甲人赶转，我就是安尼。则强哦，总是当我开始咧反省，开始我认罪，到底啥物来甲我头家清气啊？你问我到即嘛毋知影啥甲我头家，总是感谢主，上帝互我有智慧，其他弹药库弹药室，我拢敲电话，某某人，你有啥物几号的枪支无？啊，枪支足特别的，你有无？有啦有啦，你来客啊！我是要客，徛倒来客啊，无落来客，无我用车送你咧。对，好啊好啊，我甲顶时哦签一个假单，去甲伊的营区吼，摕枪支啊放落地啊，安尼走，啊走到宪兵的门口，甲试咧，莫互宪兵发现，宪兵甲检查了，无问题啊，好，你转。就安尼啊，鉥吼，33粒枪支鉥了，鉥出来啊。吼，无要互关10档啊起跳，然后这咱看到，当咱谦卑伫上帝面前认罪祈祷，当咱愿意用咱的骹头来起做咱对上帝换靠，上帝互咱通过祈祷带来真大的生命改变，阿门。所以咱看到第一虽然互俺陷害，就是上帝啊保守伊的安全。所以尾啊，第二个讲，来，我面对全国的人拢爱敬畏第一所敬拜这个上帝。所以了解，咱今日要经验着第一这个蒙受祝福的祈祷，咱有几项爱功课爱学。第一项，咱来起做固定祈祷生活。第二，伊一天3届祈祷。虽然咱的工作无用。就是咱有抽一寡半点钟的时间，1点钟的时间，无论透早透暗，咱两个人起做咱对上帝换靠。第二，咱来起做信心的坚定的祈祷。虽然拄着困迫，唯愿无妥协你家己的祈祷生活。这祈祷显出你的信心的换靠，表明咱上帝掌管一切。所以，虽望咱咧无用，咱毋通好啊，上帝啊，我甲你行请假，你行一工请假，2工请假，3工你就袂请假，为什么？你就荒废去。第三，咱来祈祷生活，经验上帝了，咱来公开见证上帝的信用的勇气。所以来第一日啊，面对着大王，这个无信主的、无信上帝的王，伊有愿啊，起手见证伊的主，了解。这就是伊向世界来表明伊对上帝的忠心。希望咱3角通过第一日的祈祷，咱嘛经验嘛，亲像伊同款的祝福。愿上帝施恩带领，互咱祈祷生活来起做对上帝的瓦靠。所以牧师最后佫讲一解，迄个祈祷会是咱教会事工的核心。伊个祈祷会中间来脱出咱各项事工的推动，阿门。甲你继续来讲，祈祷会真要紧，爱来参加起来。祈祷会真要紧，咱只参加，毋通想讲暗时啊，目睭歹歹，上帝保守你，豆豆行，看看行。咱3角祈祷来成做咱正牧者正当工的帮衬。
咱三家来祈祷。是我听上帝，阮感谢你，阮通过但以理的这信仰的教示，我看见虽然陷害，总是伊无讨厌，伊有起手对上帝瓦靠。伊一天3摆祈祷，上帝享受伊好的灵性，伊的好灵性中间带出真优秀的能力。主，阮看见上帝你怎样祝福伊？主，恳求你听阮祈祷，阮嘛要怎样用安尼来学习伊祈祷的生活的去做？阮若要热诚来参加阮的教会祈祷的，通过安尼来经验上帝你的祝。阮以主面前当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即时咱要来强修圣餐，咱来吟诗吟355首，咱吟第1节就好，请起立。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日属于教会陪读者三家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对既若回应伊的人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断无去杀伊。”所听的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不朽，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奉卖迄暝，摕饼拍破，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呢来纪念我。恁逐个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伫还未甲主同坐道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识别阮，也识别这会摆伫你的面前所小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稳定得到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会成长伫你稳定中，通因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咱同工张落来服侍。既然咱已经洗礼，无论咱属倒一个宗派，咱欢迎今日早起甲主同坐道。当咱对长老中来摕到饼，咱着伫主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免得咱吞食家己的罪。
咱有对一个兄弟你用洗咧，还袂记着，请长老甲你服侍。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有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咧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主要所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留的。你纪念你们时，着行咧来纪念伊，但请长老来服侍。当咱对长老手中捧着杯，咱着伫主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免得咱吞食家己的罪。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主，咱同心来领受。咱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伫教义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这人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因为阮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阮真正是圣囝二标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跟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即个圣洁的沟通，对答会当用光你。阮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阿妹，咱这是来圣餐奉的。
咱三个起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你听受阮，你找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救赎阮。当伊今日早起，阮甲主你同齐祷，少念主你的听甲继续。当阮奉献淡薄金钱，请做圣工的录音，愿主你圣化祝福。愿主，阮伫主你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起立，即是来祝福车恳。临时煞，咱请洪牧师为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同，甲咱这人三个伫地，对一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灭岛避讳。会有啦。